师傅，我来替你教训他，小心点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但是那边好像有个地道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通往地下河呢。可是，这里应该就在万毒门的附近，说不定那个地道就是他们挖的。运气要不好的话，再回到那个山谷，我们连小命都保不住了。哦，谢谢你救我。要不是林金羽3跪9叩的让我来救你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金羽，他还好吗？他应该没事吧？这时候说不定在拖着万毒门那帮蠢货兜圈子呢。那就好。你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，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呀？我跟金羽从小就是好兄弟。从草莓村的时候，那进了青云以后呢？进了青云以后，金羽因为天赋高，很快就成为了戒律堂的首徒。而我从小就笨，学什么法术都学不会，还常常挨师傅的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算我怎么努力，我都学不好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连闯了好几关，最后呢，我还是很侥幸的胜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后来他们就说我学的都是旁门左道，说我进了魔障。你用真本事打败了对手，他们看不懂就说是旁门左道，凭什么呀？真是迂腐。他们也是为了我好。青云是我的家，从小师傅就教我，说学好本事，就是为了保护天下苍生。后来到了余都，我才明白，什么叫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我才知道，仗剑行侠，并非一定要靠武力。这个天下这么大，想要保护好身边的人，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我娘就是为了保护我而死的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有一天我死的时候，身边会不会有人守护我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到最重要的人的身边的。最重要的人？你不是还有爹吗？
不管怎么样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就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保护好你自己的小命，别拖我后腿就行了。一帮废物，中毒的人都找不到。那小子中了毒，应该是跑不远的。那就跟着血蜻蜓去找。如若再找不到，后果你们应该知道的。走。小凡，你醒醒啊，小凡！我用伤心花为你疗伤。不要再为我好生修为了。不行，我这一生终于依靠我自己的力量保护了一个人。张小凡。必要。
冤仇。